感谢嘉纯哦，咱继续来看美国一棒球员大谷翔平在2024年赛季创造50轰50盗的纪录。后来，这个纪念球哦是以1亿4000万和台湾的企业买落来。最近在台北101的观景台会展出，那么做伙来看卖。梦想高飞。大谷翔平2024赛季创造50轰50盗的纪念球正式向国人展出。伊将也是女比一棒好手，即马是副帮悍将总教练的陈金峰甲张玉成也拢斗阵来。张玉成会用伫美国时阵追求梦想的座右铭分享给大家。其实，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不要做到完美的自己。哦，不用一定要追求100%的完美。对，因为完美这2个字是局限了你的想要前进的目标。台湾优势资本进前用差不多1.4亿台票标大谷50轰纪念球，竞标争做史上上贵的纪念棒球。纪念球会伫101楼顶的瞭望台用各有特点的形式展出。应该是说一拍即合吧。对我的想法，然后可能也信任我在做公益方面的号召力，还有我的执行的能力，我们就是会好好的发挥这一颗球的价值。除了50轰纪念球，101大楼做年期也使用技术雷射投影机投影加做大型的棒球，提供亲像实景的视觉效果。这场梦想高飞特点甲公益结合，推广台湾观光甲棒球文化，将国际运动名称纪念收藏带予大家。更较希望吸引大谷翔平球迷国际观光客来台湾观光。台北102表示，这摆公益活动由台湾重量级球星陈金峰甲王建民的签名球棒球衫才收藏。同时，为104世界棒球12强棒球赛中华队加油。记者综合报道。